近年香港嘅跑步風氣熾熱，唔少名人明星都會參加馬拉松賽事，令到跑步文化更加之普及。跑步唔單止可以挑戰自我，更加可以令人重拾自信，跑出困局添啊！雲成今年65歲，曾經係一名露宿者。七人場咧就係開放嘅，有限度開放，就11點鐘就關閉咯。但都仲可以即係爬入嚟瞓啦，因為嗰個安靜啊嘛。即係爬喺個，即係瞓喺呢度入邊。係瞓喺呢入邊咯。咁夏天就不必又唔會凍啦，又儲存少少物資就可以喺入邊瞓咯。咁其次仲有呢個行人天橋底啦，就通州街天橋啦，即係集中地。即係物資就好容易攞到嚟保暖啊，食物都有人派。咁你啲家當嗰陣時收喺邊度啊？通常係掛係高掛嘅地方，唔係咁明顯啦，用個黑膠袋就即係包埋一包咁樣，有條繩就即係兩步立咗上去就掛喺上面咧，就通常就冇人理啦。通常唔會擺喺啲咁露眼嘅樹嘅地方嘅，去一啲就行人路與公園之間嗰啲尷尬嘅地方就。冇人管就掛喺嗰啲地方就比較安全啲咯。無家者長期居無定所，風餐露宿，亦都要面對住歧視嘅目光。佢哋唔單止冇實體居所守護，心靈上亦都欠缺一個安樂窩。雲成同好多人一樣，年輕嗰陣投身收入唔錯嘅職業，佢任職紮鐵工人多年。可惜一場工業意外，加上對傷患唔了解，結果換嚟一場大型腰椎手術。同時，佢亦都開始咗一連串人身上嘅波折。而家係咪企得耐都會比較痛啊？企得耐啊，就冤攰咯。呢兩支嘢係乜嘢嚟㗎？呢兩支係咧輔助行山嘅，係用兩支棍咁又上山下海，咁就保護咗我過往嗰種腰骨受傷，就唔想咁快惡化。咁我就用咗成7年啦，用慣咗我都唔介意人哋點樣眼光啦。身體嘅傷害雖然未打到年輕力壯嘅雲成，但係都為佢嘅情緒帶嚟極大嘅傷害。而有件事更加令佢差啲賭上佢嘅人生啦。我醫好咗嗰個腰骨之後，其實醫好唔到個心靈啊，未能夠釋懷啊。當其時係交際賭博，跟住問題賭博，跟住病態賭博啊。所以我係最後我揾到錢我都。搞呢個投機炒賣，更輸得更慘啦！嗰個時候，屋企人對你呢個決定有咩睇法？因為我哋關係都陷於破產嘅時候，佢就任憑我點樣生活啦，係咪？經濟拮據、家庭問題、身體病患，困擾住大部分嘅露宿者。但係有一班人為佢哋成立咗無家者跑步隊，希望以跑步帶佢哋走出困局。我哋要做啱個動作得㗎啦，我哋唔使快唔使急嘅，我哋係跑30分鐘，跟住再加20分鐘，係啦，我哋都係分翻開兩組，係一組個速度係快啲，一組係慢少少嘅。雲成過咗10多年露宿街頭嘅生活，由2024年開始，佢挑戰自己，同隊友前後完成街馬同香港馬拉松10公里比賽，之後亦冇停落嚟，堅持永不放棄。預備之後嘅每一場比賽。根據政府嘅數字咧，全港香港係有600幾個無家者嘅，咁都有少量可能佢不願被登記啦。咁另外，如果以西九龍區嚟講係佔64%嘅，做無家者服務都超過20幾年啦。我哋經驗感覺無家者好多時候會放棄咗自己啊，即係佢可能經歷咗啲佢覺得人生嘅不如意嘅事情啦。咁我哋覺得藉住運動可以建立佢嘅信心咯。咁所以就想用跑步嚟建立佢信心咯。聽晚繼續同大家了解下一班無家者係點樣跑出自己嘅步伐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勵志嘅故事或者社區問題，記得報料俾我哋啊！WhatsApp 去到68960931，聽晚繼續一線搜查。